Hello，大家好，我係國新，歡迎大家翻到嚟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週年嘅系列影片。我哋而家就嚟到位於筲箕灣嘅香港抗戰及海防博物館，就緬懷一下先烈同埋睇下當時抗日嘅情況。我哋入去睇下。呢度成個博物館係依山而建，係有8層，我哋而家位於第8層。咁呢度咧就有個帳篷嘅，就好多嘢睇，同埋環境真係非常之靚。呢度就係佢寫住1號觀景台、鯉魚門軍營。咁呢度以前咧就係一個哨塔啦，嗰度咧仲有個炮台。咁就係睇下當時日軍入嚟嘅時候，我哋點樣抗戰。咁呢個咧就係中央炮台，佢呢度寫係1887年3月開始投入運作，但係由1900幾年咧就已經開始廢止啦。應該係模仿翻當時嗰啲炮彈打藥，呢啲應該就係打藥，呢個名就係炮彈。大家睇下呢個，我竟然揾到一個東江中隊嘅隊長叫羅歐峰。咁佢之前咧就係隸屬東江中隊啦。咁我睇佢個網頁介紹咧，都話係一個華人義勇軍嚟嘅，都係為抗日付出咗好大嘅力量。我是羅歐峰，奮勇抗敵，保家衛國。今年係80週年啦，中國人民抗日勝利80週年，真係好多人自發咁樣嚟咯。你會見到有好多唔同嘅年齡層啦，有細路仔啦，有一家大細啦。我頭先仲有見到一個家庭就係帶住個 BB 嚟，都過嚟參觀。咁呢個係真係居民市民自發過嚟去了解抗日勝利，佢哋想將呢啲事蹟傳授俾下一代。咁呢個係真係非常之好，亦都開始重視香港係有抗日付出過。咁呢部分咧就係講香港自古以來都係中國嘅領土，係中國不可分離嘅一部分。咁自唐代開始，5代、十國、宋代、元代、明代到清代都有喺香港做設縣啦、駐縣郡啦、做行政機關啦，仲有甚至係做炮台、做前哨站咁樣。咁呢個位咧就見到昔日香港嘅防務佢介紹，就喺唐代嘅時候已經成為係保護海上貿易而建立嘅據點。甚至明清即係大約500到200年前，香港已經係海防要塞，係設立咗好多個信站同埋炮台，係保護海上貿易嘅重要航道之一。咁因而咧，香港就俗稱為中國嘅南大門。哇！大家都可以睇下以前嘅地名都有好多，而家仲喺度啦，譬如瀝源啦、鹽田啦，呢度赤灣啦、琵琶洲啦、九龍啦、將軍澳啦，呢啲都係大家耳熟能詳嘅地名。呢個介紹咧就係1875年，清軍咧仲用藤織成嘅盾同埋弓箭。大家都知道鴉片戰爭係1840年打嘅，佢1875年仲用緊呢啲原始嘅防務用具。咁大家都可以見到，當時如果國力差唔先進嘅話，就只有被列強欺凌嘅份。咁呢度咧就係抗戰嘅主題展覽啦，就係講話1930年代開始到1940年12月失守之前，香港市民仍然為戰事作出唔少嘅貢獻。咁當中咧就講述咗點樣生產軍需品啊、籌款啊、救濟等方式嘅支援中國守軍抵抗日軍。我哋入去睇下。咁喺籌措資金方面咧，咁自1937年開始，咁香港就已經成立咗幾十個去抵抗軸心國戰爭相關嘅團體同埋基金會。咁就譬如係各類嘅青年會啦、婦女會啦、同鄉會啦，咁透過捐款、義賣、義演、籌措物資同埋購買公債等方式支援中英兩國嘅戰士。咁在此期間，香港社團總計向中英兩國捐出大約1000萬嘅港元。
大家見到呢個物資輸流嘅簡介，大量嘅軍火、燃料、飛機、零件由香港運往內地去支援抗戰。咁呢度就可以見到，咁隨住日本投降，港英政府係對港九獨立大隊嘅付出作出肯定嘅，即係譬如有96名隊員就留喺新界協助英軍維持治安，直至各區警署完成重建。之後1947年，港英政府係對港九獨立大隊嘅要員黃作梅等人咧係頒授勳銜。咁時至今日咧，咁呢啲游擊隊員嘅名咧，亦都可以喺軍人墳場啦、西貢斬竹灣啦，同埋大埔烏蛟騰嘅抗日英烈紀念碑入面揾到㗎。咁而家大家睇到嘅就係秘密營救嘅行動。喺18日戰役期間，唔少嚟香港宣傳抗日嘅內地政經要人同埋文化界人士未能夠及時撤離。港九獨立大隊其中一項任務就協助佢哋同埋佢哋嘅家屬安全逃脫。依照時任八路軍重慶辦事處主任周恩來嘅指示，八路軍喺香港辦事處同埋港九獨立大隊合作，擬定多條前往內地嘅路線，持續3個月嘅營救行動，成功護送超過800人嘅脫險，包括作家茅盾、詩人柳亞子、哲學家梁漱溟同政界人物何香凝等等。我哋由龍鼓灘行咗100幾200級樓梯，終於嚟到劉春祥抗日英雄群體紀念碑呢度。咁呢個紀念碑就係由2023年5月嘅時候就揭幕啦，就係為咗紀念劉春祥等7位抗日英雄嘅當時抗日嘅紀念碑。大家可以見到日佔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嘅抗日游擊隊東江中隊、港九獨立大隊奮勇抗敵。喺1943年5月嘅某一個夜晚，港九大隊大嶼山中隊隊長劉春祥帶領住6名排班骨幹自東涌揚帆往龍鼓灘，想建立新嘅游擊區。船行至龍鼓洲，即係大家見到而家嘅對出呢片海域，突然遭到2艘日軍炮艇伏擊。劉春祥等人臨危不懼，英勇奮戰，激烈戰鬥至船被擊沉。劉春祥、曾可頌、林容、汪宋、譚金火、溫發、劉佳等7名戰員同埋船家梁克夫婦同埋2個女1個仔壯烈犧牲。咁呢首詞，戰略要地大嶼山，隊長抗倭海島間，為毀日軍海運線，率隊開闢對海灘，黑夜揚帆遭敵艦，殺敵激戰沉沒船，壯士英勇全犧牲，為國捐軀萬古傳。碑文呢就係由香港立法會議員劉智鵬同埋香港史學專家劉淑永2位教授共同撰寫嘅。大家對開見到有一塊由屯門民政事務處2023年設立嘅一塊紀念碑，上面刻畫咗當晚劉春祥等7位戰士係點樣遭到日軍炮擊、伏擊同埋全體壯烈犧牲嘅情況。我哋去完香港抗戰及海防博物館，咁依家嚟到屯門嘅劉春祥抗日英雄群體紀念碑，了解到好多抗日嘅事蹟。我哋記住歷史，唔等於我哋要記住仇恨。我哋係唔想歷史重蹈覆轍，唔想有任何一個人犧牲。咁香港有呢啲紀念碑仲有好多處，仲有烏蛟騰抗日英烈紀念碑同埋斬竹灣抗日英烈紀念碑，大家都可以去到呢幾處抗日嘅事蹟去考察，懷念一下當時嘅抗日英烈係點樣嘅一個情景。我哋有今時今日嘅和平，係多謝呢一班抗日英烈。